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5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台南空军基地一个姓陈的阿兵哥，昨暗咧拖一台电弯车，人煞对车顶摔落来，互车交过不幸死亡。国内民众伫公共平台连署网讲，互台湾正做亚洲头一礼拜休困3天的国家，劳动部表示，甲各部会讨论，逐个回应。泰国昨举行国会大选，两大反对党前进党甲维泰党摕到上侪选票，两党有机会组成联合政府。新闻台先来看台南的空军基地，一个姓陈的阿兵哥，昨暗伫基地拖一台电弯车，人煞对车顶摔落来，互车交过，送病院嘛是救无回来。空军司令部强调讲会配合调查，协助家属处理后事，嘛会全面来做检讨。14暗时8点外，台南空军基地一名姓陈下士执行地面装备拖顶动，无细力对拖车顶头落落去，错伫后背这电罐车随甲交过，送病院急救进程已经无生命现象，病院犹原救无回来。我们现场判定已经是到院前死亡。那再从外观看起来，头颅变形，身体也扭曲变形。那我们还是急救了71分钟，那完全没有反应，最后宣告急救无效。本人对造成此案深感哀痛与不舍。后续呢，除了配合宪兵及检调机关调查以外，并成立了相关专案小组实施调查。高校收到消息了后，15透早随官来到台南空军基地，伫军方陪同之下入去营区了解意外是安怎发生的。军方表示，电源车拖动作业是2个人一组，这关系到战机启动升空，也因为战备任务的需要，毋过却发生事故。针对着过程的 SOP 流程敢是有出问题，军方强调专案小组正在调查。针对造致此事原因的话，那昨天晚上那个司令部已经成立专案小组，针对此事项来做一个调查。那相关 SOP 部分的话，等调查完之后再跟各位报告。军方进一步说明，因过姓陈下士表现真好，发生一届事故，互军方真唔甘。落尾也会全力来协助家属处理新后事，而且会做一回检讨，精进工作流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 5月2日会伫瑞士的日内瓦召开哦，也毋过咱台湾嘛是甲未受到邀请。早起有民间团体开记者会，表示讲因同款会组团去日内瓦，嘛会伫当地宣传，呼吁世界各国应该支持台湾加入 WHA。民间团体发口号呼吁世界卫生组织 WHO 应该邀请台湾参加这个月底伫瑞士日内瓦举办的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因为新冠疫情3年以来，台湾防疫成绩正哑巴，为了发展自身的医疗，各管1000万片肺炎和全球疫情严重国家医护人员，台湾不应该互人袂记哩。跟世界发声，让大家可以知道，台湾不应该是遗落的这一块拼图。在各国需要用这个冰库去装尸体的时候，那时候台湾还没有任何的疫情，我们还可以输出我们的口罩，我们还可以输出我们的医疗物资。虽然台湾已经连续6年无受邀请参加 WHA， 不过 WHO 宣达团表示，依然会组队去日内瓦，各地当地举办各项宣传活动，也会放上3场和平归来纪录片，让全世界看到台湾伫2003年SARS期间带来伤痛。可是他们不理解，台湾在这20年没有加入 WHA 的这20年中，早在20年前，我们就已经做了一次很惨痛的教训。宣达团强调，这摆参加团员有真侪医师甲少年学生，会伫18为台湾出发，按算23回来台湾，期间会邀请国际有名的网红为台湾发声，希望透过官方甲民间团体共同合作，让更较侪人看到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民党5明仔载特别公布总统参选人，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为了争取提名，最近是伫全台湾各地办大型的造势活动。昨又搁邀请国民党的中常委去因厝邻食便当哦。外界嘛质疑讲郭台铭的目的是要拔条卡。另外，代表民进党参选的赖清德，昨是去基隆参加后援会成立大会。你一定要觉得被逼宫吗？
敏感话题无回应，正经行入去。国民党有计7礼拜定调总统参选人，有什人出线，各界真注意。这是暗头党主席朱立伦、新北市长侯友宜、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合体出席入户大典，三人活动真受大家注意。这两天还在跟其他人碰面吗？争取定调提名的郭台铭，除了经由大型造势活动有声势以外，这是中道也应请国民党中常委积极争取党内支持。不过，这场参会也被质疑是不是白条卡贿选的嫌疑。对此参加参会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大声讲，不是安尼。而进前也会民众党主席郭文铁也外界解读假开会，要逼党主席朱立伦的意味真高。我们的本意很自然嘛，人别前去恭维，你给他讲的安尼。至于说外界要怎么解读，那是外界的问题啊。比赛规则不清楚嘛，注定这个会出问题。聚会讨论或是聊，都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华民国的前途这个说是贿选人格局太小了我们都相信朱立伦主席会做出最有智慧的选择。多谢。现场支持者大喊总统好，新加民进党党主席的副总统赖清德是启动绿箭。下晡到过人市，新来台湾基友会成立大会，避见利空利数。靠实力的和平，甲是永续的和平，为人主张的是另外一个方式。一旦接受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原则，安尼咱的主权都无去安尼。无主权的和平，唔是真和平。赖清德强调，爱做好完全准备来抵抗中国侵略，保护台湾，也会甲民主国家来合作。当力量有够大，自然会使互中国唔敢轻举妄动，接受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原则。无主权的和平，唔是真正和平。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信义区的路板区昨暗已经补平了，今仔日和民众方便往来。台北市长蒋万安早起第二回嘛强调讲，已经要求一礼拜内全面检查台北市102个工地。也毋过有议员是质疑讲，遮尔短的时间恐惊无法度彻底检查。另外，针对社岛的开发案已经前几啊档了，民进党议员王世坚就建议讲，提供社岛免地价税来保障民众。蒋万安是表示讲，会赶紧甲中央来讨论。台北市长蒋万安透早去议会做专案报告，针对台北市大巨蛋、社岛、社会主体规划、甲市场改建等10项重大施政报告备询。伊一个上台就先说明信义区总督街崩塌的事故了后续的处理。昨天晚间7点已经完成了灌浆填平，预计今天优先恢复行人通行，一定要经过专业的检测，确认安全无虞之后，住户时可搬回，安心回家。蒋万安搁一届宣示，已经下令清查台北市102大工地，一礼拜内就会检查完成。不过，有议员质疑讲，短时间内无法度彻底检查完成。未来会做到所谓的土质状况分析跟地下水位的确定吗？有吗？100多个案件你要检查7天，你可以说我初步先去看看，不要说那叫做彻底检查。另外，社岛的开发案已经延前真侪年，引起全国的关注。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伫即阵的时阵，提出社岛免扣地价税主张。开发社子岛完成之前，对社子岛的地价税停征，社子岛免征地价税。王世坚认为讲，互社岛全面免扣地价税有3个重大意义。第一是表示政府对社岛多年以来委屈给因补偿。第二是宣示决心要开发社岛，无完成开发进程未扣税。第三是社岛公共设施真少。针对这点，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讲，会阁研究，而且答应伫2礼拜内发公文甲中央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基隆双北市有桃园7月特别推出1200块的通勤月票，目前双北市1280块的月票未到6月底民众无用完，会当按照比例退钱。另外，台中捷运的事故发生了后，交通部嘛指示各县市政府，伫2礼拜内要盘点捷运附近的工程，伫1礼拜内针对轨道系统的障碍侦测、防护、甲政务人员应变处理机制，都要进行检讨，避免意外再发生。
其800套1200块月票都要上路。根据了解，双北达成协议，现行的1280块月票，敢若卖到6月底。若是共一张卡片要换做1200及800套的月票，要先办理退费。不会有变数是吗？是，跟我报告，就是生活圈的这一个通勤月票的这一个计划，已经上个礼拜我们公路总局都已经有6月15号会预售了。目前他们是已经规划是6月15号要预售。针对即马月票的退费机制，台北捷运公司表示，会按照电机票的票价来按照比例退费。另外，台中捷运已经弄到落伫轨道的吊臂，来造成思想意外，嘛引起外界关注轨道周边的工程。交通部政务处长陈阳撇指出，希望各县市伫2礼拜内，针对捷运周边的工程，还有各轨道的系统进行检讨。月台上的站务人员等等的相关的应变处置的这个应变的这个机制，恐怕我们也会一并请他们加以检讨。这样的部分，我们也会在这个礼拜，所有关轨道系统，这不含是捷运啦哈，甚至高铁、台铁。为了改善台湾行人地下臭名，交通部请各地方政府伫7月底进行改善清点有问题的危险路段。若是行人专用的号志，会按照各县市政府根据在地情形来建立。记者综合报道。英国去年试办1礼拜休困3天哦，效果是个袂歹。虽然国内毛民众伫公共政策网络平台发起联署，望讲互咱台湾真做是亚洲头一个1礼拜休困3天的国家。联署已经达到门槛，政府就必须爱回应。早起劳动部表示讲，因为牵涉的单位是真侪，会做伙做过讨论，才个回应。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是表示讲，政府会针对全世界发展的趋势，向提案的公民照实来报告。逐天上下班是台湾人日常的画面。2021年台湾平均年总工时高达2000点钟，是全球第4高。有公民伫公共政策网络平台发起联署，希望让台湾成做亚洲第一个1礼拜休困3天的国家。包括军公教，不是只有劳工，那还有包括教育部。因为学生的学习也是一样，它是牵动的层面比较多，所以我们大概这个部分有请国发会就这个提案的这个部分的话，哪个部会来做中整。联署总共有5736人赴期，超过限制。按照规定，相关部会要在6月26日进行回应相关的问题。不过，后面部分企业1礼拜休困3天，台湾各行各业感觉是对得的。周休3日，这个是大家都很希望的，好，但是我们不希望就是说周休3日了以后，即使法律通过，但是我们的加班还一直在提高，所以你的年总工时并没有改变。比1礼拜休困3天，劳团认为劳动相关单位是不是落实超时加班这查核更加重要。上总是认为1礼拜休困3天对各行各业类别南北落差拢影响，短期之内较无法度达成讨论变形工时这配套更加实际。找不到劳工在周休3日的话，那就大家都不用上工了哈。周休3日的时候，相关的这些配套措施应该也要具备。企业这边甲劳工团体角度无同，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为真保留回应。目前亚洲也无任何国家有1礼拜休困3天的政策推广。政府会根据实际情形，将全世界发展的趋势向提案的公民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长期照顾破病亲人压力上大的台人事件，伫过去3天外发生34件，这案件嘛是拢互依照杀人罪侦办，并无缓起诉也是缓刑的空间哦。你欢迎今仔邀请专家学者来讨论修法的问题。照顾新疆后生数十年，79个岁老妈妈是嫌亲手结束53岁囡仔性命，依照杀人罪上班。照现行法的规定，这种重罪无缓刑、缓起诉的空间。立法院15就开公听会，邀请专家学者探讨修法的可能。我是建议可以增订274之一的长照杀人罪了哈。那这个刑度的话，如果274就处6个月到5年以下。基本上这边涉及到一个生命伦理的问题，是不是呢？我们因为具体个案的长照样态，然后呢去呈现一个在生命的这一种保护的规范上呢，做一个减轻类型，我还是保留。
是毋是要放量限制？学者拢无共款的看法，有人烦恼全面扩大贪污这案件也会斗阵适用，注定为刑法分级，另定较轻的道德处罚规定。也有人认为应为减刑全面处理，避免全部拢顶当场。司法院是回应放量缓刑要件，若是未解决个案，恐惊欠缺正当性，也建议唔免全面性调整缓刑制度。所有法官有无共款的看法？如果单就照顾杀人做较为宽松的修法呢，很容易就遭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挂医漏腕、违反平等原则等等批评。较好的做法应该是呢，对于缓刑规定做全面的适度调整，放宽缓刑的条件，跟另外订定一个较轻刑责的杀人罪，这中间并没有互相排斥的关系啊，这是独立的问题啊。那我认为是可以同步考量的。为107年到去年2月登交杀人事件已经有34件，有检察官是反对放量原起诉适用。学者专家为法律面展开激辩，不过也提醒治本的方式依然是为确保这个部会爱有更较完善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儿童安全日，警管基金会今年针对儿童安全指标的调查发现，讲囡仔上烦恼交通安全，大人是对公共安全上袂放心哦。也毋过基金会是表示讲，因长期的观察，其实厝内的安全上接造成囡仔受伤。台南前一阵仔发生3岁妹妹甲妈妈骑斑马线过车路，所车弄死的代志。5月19日是全国儿童安全日，警管儿童基金会有做一份调查嘛显示，囡仔对交通安全的感受分数上低。就我们可能走像这样子骑楼好了，但是可能就会突然有车从骑楼这样骑过去，像我们小孩可能就在走路。警管儿童基金会是伫儿童安全日进前，针对全国22个县市，请挂名的国小儿童甲家长做今年度的儿童安全指标调查，分做居家安全、公共安全、游戏安全这几项。虽然整体平均分数有80分。但是对家长来讲，公共安全的部分，让因感觉尚无满意。虽然设施真的不太好，你本身小孩本来眼睛就是要跟随着他啦。大人要照顾啊，你若大人唔照顾，你搁较安全嘛无用啊。家长拢较要意交通安全、公共安全，虽然这部分确实有进步的空间，不过基金会嘛讲，对实际上发生事故的统计来看，厝内这是上无安全的所在。家长感觉讲，公共场所就无安全的，不过阮实际上看到的是，整个数据呈现是居家安全，厝内底上无安全。事实上，事故发生几乎都是居家安全，这疫情期间也成长了4倍。警管基金会嘛提醒家长，普通时啊就要检视厝内敢有安全，亲像放细汉囡仔，家己一个人踮厝，佮有厝内插头、电线、窗仔门，这个细节拢要注意。也若国建署的网站，嘛有儿童居家安全环境手册，通互家长参考。每一个囡仔拢是厝内的心肝宝贝，儿童有安全，才会平安大汉。记者陈文曾准由台北采访报道。这件化严重哦，也毋过托育问题嘛是个互家长真伤脑筋。为着要加强2岁以下托育管理，卫生福利部规划儿童托育服务法草案，望讲设专法来加强管理。未来哦，年末证照的处理方式会有改变，托育中心违反规定乌白收钱，嘛有可能会互处罚。托育中心内底年末带囡仔咧佚佗，抑搁读册，互囡仔听。会当安心托育是真侪家长的愿望，为着要加强0到2岁囡仔的托育管理，卫福部规划儿童托育服务法的草案，建议年末登记资格要比照托婴中心，要有托育人员技术认证，也是高中以上为相关的科系毕业。若是受过126点钟的训练，就会当做年末的管道是被取消，卖针对乌白甲家长收钱，也是无签契约拢爱罚钱。收取这个公告以外的这个费用，如果他违规的话，我们会先让他先改善。他如果没有改善，我们会处6000到3万元。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去年底全台湾的托婴中心有1502间，托育人员是11170个人，抑个71个居家托育服务中心，有27134个人咧做居家托育。若是无算亲人托育，是这15冬来头一届数据下降。社家所表示，因为现行的儿少安置机构甲托婴中心拢是依照
照《儿少福利甲权益保障法》来的管理，不过这两项其实无啥共，要设立标准甲相关的规范是真歹比较，而且即马托育模式是真多元，所以才决定要规划专法。不过民间团体认为，草案当中无讲到居家托育服务中心的规范，恐惊无法度好好来管理居家托育人员。居家托育服务中心它的功能更细致的来讲是，它会定期访视辅导保姆，同时也让家长清楚孩子在保姆家被受到什么样的照顾。这个托育服务专法应该要把居托中心的角色跟它的功能定在专法。民间团体表示，目前年保大约有9成以上已经加入准公共化，不过面临着人力短暂，所以嘛，互真侪家长找无托育人员，而且国内真侪托婴中心是私立机构，要安怎改善，互民众会当负担托育服务，嘛是政府应该思考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泰国将举行国会大选哦，票嘛拢开煞咯。两大反对党前进党甲维泰党哦是摕到上侪的选票，这两党有机会来组成联合政府。泰国的国会嘛按算伫8月哦，佮再针对国政党推派的总理候选人，佮来选出总理。这届泰国国会大选，两个主要的在野党哦，票数拢领先执政党真侪。前进党嘛已经确定摕到162席，真做是国会上大党哦。另外维泰党是130席，是排第2大党。前进党的党主席嘛是总理候选人皮塔嘛公开表示讲，愿意甲维泰党来组成联合政府。也毋过维泰党目前哦是无回应。多数的选民哦是拢真满意讲即届的选举结果，认为国家有机会改革。也毋过嘛无排除讲军政府有可能会要求要重新验票。继续来看，托尼基嘛是当选总统甲国会议员，目前嘛开出超过9成1的总统选票咯。上尾第2埃尔多安是以将近5成的得票率领先对手基里达欧卢4成4的选票。因为两边哦拢无超过5成的门槛，所以伫2礼拜后爱个进行第2轮的投票。这嘛是托尼基伫建国8年来的头一届。统一期就是举行的总统甲国会大选，海外选民在内拢总有6400多万人有资格投票。即摆投票率达到89%。暗时的电视计票一开始，新球连任的埃尔多安票数领先，也毋过时间哪换埃尔多安的优势一直下降。统一期最高选举委员会经济开出的91.93%的总统大选选票，讲埃尔多安以49.49%得票率领先对手基里达欧44.79%. Milletimiz tercihini seçimin ikinci tura kalmasından yana yaptıysa onun da başımızın üstünde yeri var. Biz %50'nin üzerinde bir oy oranıyla bu turu bitireceğimize inanıyoruz. 反对势力6个主要政党集中火力，共同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基里达欧卢。选后头一摆出来面对媒体时，指控埃尔多安的正义发展党透过反复的挑战计票结果，造成倒开票数的延迟。佮强调埃尔多安的票无超过5成。Örnek Ankara'da 300, İstanbul'da 783 sandıkta ısrarla itirazları var. 6 kere itiraz edilen sandık var. 另外，第3位总统候选人欧根得票率大约是5.3%，伊的支持者在第2轮决选中会倒向倒一边，恐惊会加做影响总统大位的关键因素。那个总统大选的不明状态，国会大选的席次分布颠倒是真清楚。各项媒体的消息指出，经已经开出的9成6选票。正义发展党得到267席，比选前落28席。不过，若加上甲其他3个政党结盟，会当阁加上56席，摕到323席，将压国会过半席次。另外，2月造成5万多人死亡的大地震，对执政党伫灾区的支持度敢有影响？为票数来看，在野阵营只伫灾区2个省领先，其他9个省也是正义发展党领先。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我见印度洋的孟加拉甲缅甸的沿海，遭受到热带气旋摩卡，等于是咱的强烈风台的影响哦，已经踢离超过50万人，伫缅甸嘛至少造成5个人死亡。大风台摩卡慢慢离开，踢离的若开邦居民登甲顶上路树倒去，厝损坏。地坪厝顶也现挂部分较低的所在淹水，有关有一阵一阵的大风。
大丰泰摩卡被认为是20年来清新孟加拉湾为着上强大的风暴。迄个时阵用时速195公里伫孟加拉的科克斯巴扎尔甲缅甸若开邦修复10对旗杆电量，然后威力较弱。尾暗啊强风大雨已经过去，暗过这电信基地台被风吹倒，目前在抢修当中。In the Cox's Bazar camps where 1 million Rohingya populations are living, there are damages of some water facilities. Around 1,775 people, they were directly impacted because of their loss of shelter, and some of them were displaced. Some of their houses were also damaged because of wind. 因为之前气象预报认为，摩卡真可能对孟加拉境内全世界上大的南面营罗姓人的生存造成危险。伫摩卡来进行已形成撤离75万人。风雨过后，系统将近100万的罗姓南面科克斯巴扎尔营区发现有7300临时庇护所损坏。根据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的资料，目前规个若开邦甲缅甸西北部差不多有600万人需要人道援助。另外，还有120万人已经无处通转去。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来看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一个55岁教授已经踮伫海底呛水床74天了，嘛创下蹛伫水底上长的纪录。也毋过伊个还未拍算要浮出水面，因为伊目前咧进行一项研究，想要来了解讲人伫即款极端压力，身体甲心理会出现啥物变化。做医学研究目前是南佛罗里达大学教授的迪图里外号深海博士，为3月7日，伊住伫个呛水床了后，5月13已经是第74天，伊要拍伫个水下骹生活上长的记录。有记录是田纳西2位教授伫2014年伫同一地点的73天2点钟34分，不过新记录只是阶段性，伊计划伫遮住到6月7。The record is a small bump, and we love it, but we still have more science to do. The science doesn't stop here. 迪图里大这个床甲呛水船无共，伊无用科技调整水下骹压力。捌伫个美国海军28年的迪图里咧进行一项研究，监控人体长期伫个高压之下反应，伊认为细胞伫承受压力之下，不到5天内加做2倍，对研究疾病有帮助。也想要帮助群众脑损伤的兄弟，因为高压会增加脑部血流。这研究计划结合医学、海洋研究甲教育，也测量血压、心电图等生理数据来分析。其他时间是山顶上课甲外界继续接触。The idea here is to populate the world's oceans, to take care of the world's oceans by living in them and really treating them well. 这呛水床伫个吉拉哥一个石湖，伫水下骹差不多9公尺。伊食高2杯饮食，加做一寡运动。逐工困1点钟，就算伊目前适应真好，不过上怀念的也是伫个陆地顶悬享受日头光。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过来消息来看，南投第3公所按说要向县政府申请伫第13公墓的边仔建设殡仪馆，也毋过因为附近外学校冒徛街引起抗议。县政府是强调讲，因目前正在办理用地变更哦，会佮加强甲民众沟通，嘛一定会要求爱合法。抗议啦！愤怒的居民伫第3镇公所外口夜面转来抗议，随后入去到礼堂内底，居民的情绪激动，边缘紧紧的上前，避免冲突扩大。南投县的殡葬设施长期拢有不少的问题。第3镇公所有意伫第13公墓边仔规划新的殡仪馆，不过因为所在临近学校甲主题区，引发居民甲学生家长的烦恼。你们选址就在延平国小的后面，小朋友上课，他可能会听到这个送葬队伍的一些乐仪队的声音，这个你们都没有想过要解决吗？在我们密集住的住宅式的中心，刚好在我延平里的正中心，你在这边把它设一个殡仪馆，适当吗？当地居民不满，镇公所所选定的用地，距离边仔延平国小大约只有200公尺，而这里的人口嘛超过3000人以上，对着主体甲教学环境，拢会造成冲击。坚持喺公所另外找其他的所在。第3镇公所表示，目前南投县境内只有2座公立殡仪馆，而第3镇因为无合法的殡仪馆，予需要的民众是真无方便，才应县会要求来盘点用地。目前选址搁伫建议当中。这个邻近
的公社的部分比较远，大概只有剩下民间跟南投，那量体比较不够，其他就是私人的，可能一些包括低收入户啦，包括你一些租屋的啦、公寓的啦，真的没有地方去的，都硬要塞到那个地方去。有可能是安那，会叫公所等于收电哦，要无就是安那吼，唔是讲对量效准啊，唔是安尼哦。镇公所表示，选址考量当地交通位置之外，嘛订进第13公墓，目前搁伫申请用地变更当中。南投县府强调，目前选址还未定案，会来要求公所甲民众做好沟通，嘛要符合殡葬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记者南投采访报道。桃园市甲新竹县的湖口乡有4个钟头停水，因为目前台水公司伫龙潭在做水管的改善工程，上久会停水39点钟，停到明仔载下晡3点，大约有45万户会受到影响。也毋过，拢有提早通知民众先欠水备用。配合桃园甲新竹停水，餐厅早就底水来有味，毋但楼顶尾水塔拢漏雨电，就连水桶、灯顶甲面桶拢摕出来底。不过，嘛有部分的餐厅，规气伫门口大休困一天的广告。你看那个好大楼顶啊，那时候是吃的，这边是用来洗碗洗抹布。因为停水也会造成作业上的不方便，所以我们就选择电休，然后我们还是储备一些水，怕礼拜2早上来的时候没有水。工程当地的时间，台水公司第2区管理处当地做龙潭3溪原水站原水管改善等5项工程。包括桃园市、新竹县湖口乡4个乡镇，差不多45万户受到影响。按算为15翻点过，到16下晡3点会停水，上长停水的时间是39点钟。面对这个长时间的停水，当然是不得已的，但是我们希望这是一个长痛不如短痛的做法，希望说这次的维修能够让未来无预警这种突发性的停水事件能够降到最低。最长停水时间大概有39个小时，那对市民造成不方便，先说抱歉。我们希望如期啦，最慢在明天下午，甚至可以有一些地方还可以提前来恢复供水。台水公司事先公告停水，也有减压供水的区域，嘛提醒民众伫停水的期间，爱甲抽水莫大电禁起来，因为即届有事先提醒，毋是向停水。大部分的民众嘛拢有做好准备，毋过为了降低民众的不便，台水公司甲市府嘛有伫停水的区域设置70个饮用水的供水站，也有200多搭非饮用水的供水站。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新城海边的爆花沙坡流失真严重，海岸线是愈来愈低嘛严重去影响到住伫附近民众的安全。有议员就建议讲，甲进行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挖出来这图纸再去爆花补图。相关的单位是表示讲，一定会评估咯。来到花莲新城乡甲秀林乡交界的新城海堤，以前遮的沙坡到海岸线约有200多公尺，也毋过即马只剩无到50公尺，上严重的所在都伫秀林国中的后壁。停的时候是讲差不多200公尺。大概有花了多少时间缩退到这边来？差不多40年。那您知道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吗？不知道哎。新城海堤的山安全的消息，主要是和海洋清洗杂草，加上最近几年无风台，边仔的雾溪的沙石无冲洗落来，若无法度减慢山花消息，在地议员希望会当将沙花岸水稻工程挖出来大量土石，再来用滩。刚好有这个苏花岸的工程啊，那个量一定会很大嘛哈，那可以移到我们这个整个新城啊，这个海堤啊，侵蚀的这个速度非常快。所以说，就是说，在这种很快的速度加速的话，我们要赶快来防治。也毋过，目前公路总局规划的苏花岸的土石挖出来了后，大部分是用伫中德甲富林落地。安尼村的沙石敢有到1.4公里的新城海堤使用，也有附近的海流真强，屯搁较侪的沙可能也是和海流杂造。填下去很可能那个效果没有办法那么大。那主要是这边海流也大哦。那个沙源要这样用人工来运涂。可能可以小段啊，小范围，可是要这么长段啊，其实是我们是觉得不是想象中说填下去就一定能够造出那个潭哦。地国河川局强调，最近几年花莲市北滨到吉安化境海堤用潭成功，主要原因是这个区域的海流较慢，所以兴建离化堤会当有效和沙石回流，也毋过这也爱用10年4月才达成的效果。新城海堤用潭计划也爱去评估。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台东有民众逼讲，有业者为着要起饭店，将一张80外栋的山野老宅撤掉，因为因的土地是向县政府租的。早起有民意代表跟民众就去台东地检署告这间饭店破坏公务。也毋过饭店的业者是讲因会将这张山野树刷到其他的所在去种。这间饭店的业者甲台东县政府租土地开发。顶个月开始，甲这张已经80多年的老山野丛撤掉。不过，这个月13，煞连树根规乌起来，放伫空地啊。有民众讲，这张老山野丛当年拢会结真侪山野，是安怎做好饭店业者开发了后，都要去用乌掉。在地护树团体甲民意代表认为讲，这块地是公有地，为土骹底发出来的树啊，都是公有的财产。15护树团体甲民意代表去台东地检署告饭店业者毁损公务。没有适当的遗址的规划，然后就用这么粗暴的方式去造成台东市的公有资产的损失，许多市民是相当痛苦。我们尊重台东当地居民对这棵树的情感，因此有这样子的回应。其实，在整个这个营造的 BOT 案呢，我们也都是合乎法规的方式来进行处理的。有民众质疑讲，台东县政府伫咧民国92年制定老树保护自治条例，是安怎无法度保护这张老山野丛？官府讲，自治条例内底有提案保护老树的程序，目前无接到个人或者是团体提案保护，则无列入咧内底，而且果子丛是真少互列入去老树保护的对象。目前为止，我们有列管的老树100多棵那基本上是没有果树的。但是这一部分我们也都会如果有民众提案，我们也都会尊重这个专家学者的意见。这张红乌起来的老山野丛，饭店业者15赶紧用乌网甲包起来，准备要刷去初路地区种。不过最近台东县政府管理的30-40张菩提树，原本是行道树，因为分跨车路，互刷去别个所在种。不过即马所拢规个打冷去。而且佫发生县府的公有地老山野丛嘛，因为开发荒乌掉。民众质疑讲，台东县老树保护自治条例到底敢有路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有一个里长因为看到学校附近有粪扫，可2天咯拢无人摒。伊看到学校的老师带囡仔在摒扫对这个里长就斥这老师甲学生，佮用广播放送，骂学校拢无认真的摒扫。学校是表示讲，因干那负责清零行道，这个车路毋是因的管区，嘛感觉讲真委屈。里长已经回信咧，嘛表示讲要捐6万块给学校。当车真侪个大车路边，为了安全，学校禁止学生囡仔去扫车路。不过当地里长无确认学校摒扫范围，进前发现车路一地粪扫，可2天无人清。向当时带囡仔摒扫环境的主任嘛歹听话，佮透过社区广播指责学校。我感觉这无迄个够用啊。这个马路边这里外围其实就是属于社区道路，了解的就是会透过社区的志工来进行打扫。一个广播规个里的居民拢听到，老师袂堪咧受侮辱，爱学校介入。查清楚了后，里长发现学校敢若负责人行道，点啊加路毋是学校责任范围，伊感觉歹势回唔对，讲家己真土地讲的有话无，毋是故意骂人，要捐6万块做环境整理基金。学生就是站在上面可以扫得到的地方帮忙扫没关系，但是你不能下来，因为这边车流量真的太大。咱重要是有环境卫生甲的，迄个口角安尼啦。查甫人嘛是拢讲的，拢有当时爱较会迄个。口头禅啦！废弃物清理法规定，4公尺内的公共巷仔、路面加水沟仔，由相对户还是小瓦户分别各一半清理，其他公告有关环境卫生需求的范围，由执行机关，也就是当地环保单位负责。里长讲，这件代志是伊唔对，希望老师接受伊真心悔失的，让代志会当结束。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环保局甲警方最近是收到真侪改装车测验污染的检举顶礼拜六，警方甲环保局嘛伫西雅湾甲中山大学附近来做临检。当警车经过发出声音，这种声音若伫半暝徛街区，更加影响困民。高雄高山区蛤蟆省西雅湾中山大学周边，真侪民众最近抱怨改装车声音真大。警方甲环保局伫13号暗时第一届无定期稽查，29台有可能改装的车辆当中，有9台进行着声音的检测，3台无合格，将会收到1800块到3600块不等的罚单。其他20台即时书面通知，爱去环保局检测。哈马星西子湾为高雄热门景点，民众反映常有疑似改装排气管的车辆发出噪音扰邻，不堪其扰。迄少年啊大的啦，
少年啊，迄款伊个车都有的是重型的嘛，有的是迄烟筒啊，都北个有声，迄绝对搅扰的啊。官方统计，民国110天到今年4月，已经有将近6000台有可能噪音的车辆来受检，当中无合格、逾期无到检的情况，已经开发1452件。除了罚钱，佮要限期改善，若无改，就搁再罚。环保局也于鼓山一路架设声音照相科技执法的设备，后续也将利用移动式的设备，针对各大路口及陈情热点执行相关的稽查。环保局表示，除了路边的声音检测，还有联合客闸等等方式，佮增加了声音翕相科技执法。只要经过这路段分贝超过标准，就会开罚。目前已经有6套固定式的，还佮加上2套会当刷叮当的，会经伫定防检举的热点，也是风景区。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报道。2030年，咱台湾要正做倡议国家的政策，受未解的争议。早起有学生团体公布，因针对高中生做清分的调查，结果是显示讲有超过60%的学生囡仔认为讲用英语来上其他的课，其实会影响效果。嘛认为讲倡议政策会造成社会恶性化愈来愈严重，因要求应该好好检讨倡议政策，嘛应该爱家己因学生囡仔的意见。配合2030倡议国家政策，政府按算投入资源来提升学生的英语能力。用英语来上音乐课、上数学课，来增加英语教学的比例。学生因的感受是啥款呢？又是用自己不熟悉的语言去学，那会造成的是专业科目学不好，英文也没有进步，那这简直就是一个两头空的状况。就是已经推行了10年，母语的沉浸教学本身都已经没有具体的成效，那现在又要新增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提升英语的教学比例，那这实在是让人会怀疑政府政策的决心。2030倡议政策一直有争议。有学生团体公布一份针对高中生甲高中生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60%的学生无认同用英语上课，更加烦恼安尼会降低学习的意愿，令到予因更加好理解上课的内容。家长团体甲教师团体嘛批评讲，这项政策欠缺配套，在倡议师资无够的情形之下，这个政策敢若会增加教学上城乡的差距，而且会弱化教学的本质。所以其实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现在偏乡你一般的老师都不好找了，更何况你现在要用双语的老师，会担心说这样子的一个师资的一个结构，会让这个老师对于本科本科的一个部分，他的一个师资是弱化，然后变成说只是强化英语这方面。学生团体嘛批评讲，政府推行母语教学，到目前为止拢也无看到真明显的效果，即马阁想要推动英语教学的比例，会互学生唔知要安怎才好。因建议政府不如把上百亿的预算拨入去当地执行的108课纲，强化现处时英语教学的品质，可能会更加实际。记者林玉凯台北采访报道。布袋戏的故乡云林县伫文化部的补助，即马伫教学校里面内底推广布袋戏教育已经10多档咯。今年有7间学校伫全国的戏剧比赛摕到袂歹的成绩，咱做伙来看卖。一对老阿母听到后生考调遗书了后，随去到土地公庙放炮啊庆祝，毋过嘛造成空气污染。云林县的中公国小以土地公酷酷扫做主题，参加今年全国创意戏剧比赛，得到传统红仔戏类配角戏组、国小组的优等。本来会讲不出话来就一直练习，之后就那个讲话就会很有感情了。学习到他们本土的母语。那也从中在创作的一个过程当中，学会了很多技巧、跟对话、跟合作、互助的一些精神。云林县注重推广布袋戏，县府为着要传承布袋戏文化，12年前就申请到文化部的经费，开始伫校园展开布袋戏的教育，佮请艺师去到学校指导。县内有超过3成的学校拢有参加这个计划。整个云林县有将近超过12700多名的学生都有受过这个布袋戏的这个就是教育课程。那未来为了衔接人才的这个培育的部分，我们在2024年这个就在虎尾的这个高铁站这边已经在进行这个全国第1座的布袋戏传习中心，也即将会来开启这样的一个布袋戏的一个人才培育的课程。文管处表示，今年县内学校参加教育部举办的全国创意戏剧
比赛，有7间学校摕到特优甲优胜的好成绩。希望透过定金计划来推展传承布袋戏，嘛希望让愈侪人会当看到这项艺术，让布袋戏行向国际。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早起出席台北荣总的动力组癌症治疗中心的开幕典礼哦，这是一种放射治疗新的方法。总统嘛强调讲，咱台湾将对癌症投入真侪新的治疗研究，嘛要来组成台湾癌症精准放射线治疗的国家队。目前国内各大医学中心都积极投入光子、质子及重粒子等创新的治疗研究。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结合各大医学中心的量能，倾全力来发展更好、更先进的技术，为台湾打造出精准放射线治疗国家队。台北荣总强调讲，这是咱国内头一间，嘛是东南亚头一间的动力组治疗中心哦，全球的第14间。过去咱台湾的病人拢爱飞去日本接受动力组的治疗，即嘛咱国内会当来进行治疗咯。因为这款治疗的价钱是真贵哦，未来台北荣总会来保留一档有2拍的名额，提供后需要的弱势患者免费来治疗。再来看云林大社乐龄中心哦，为着要刺激老大人的协调性甲记忆，因专工请老师来带因耍倒啊耍，利用游戏佮画图来认捌咱台湾前的轨迹，大家是拢耍甲真趣味。用地图认捌台湾各地的轨迹，佮用斗图甲台湾一块一块斗起来。云林大社乐龄中心举办活动，即摆请老师带社区老大人耍这款倒啊耍，中者对这个活动是真满意。阮真正感谢吼，咱这政府啦吼，有开办这乐龄活动，互阮遮老岁仔当学着画遮水果出产里头这所在啦。啊，你是靠啥哪会画黑色的？因为迄就是有较烂去咯，老人都无得行。如果政府办这个活动，阮感觉足幸福的啊。提起画笔详细解释，老大人画出无共色水的水果，老师也表示，斗图和画图拢对因的协调佮记忆是真有帮助。从这个课程来的，他们里面除了一个拼图、手眼协调之外，就是可以训练他们整个记忆的活化，然后再从那个颜色的选择，然后让他们做一个绘画的一个彩绘，增加他们的记忆力。对于颜色的选择，让他们有一个自主的一个决定，跳脱以往一个比较呆板的一个方式。透过乐龄中心安排的课程，社区时代的生活更加精彩，也让因的身体更加健康，嘛希望未来设更加侪据点来照顾偏乡的长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综合国小美术班哦，最近受到学校附近土地公庙的邀请，庙方是甲围墙教学学生囡仔去画去做创作，望讲学生囡仔的创意会当互社区有无共款的特色。当头8日，这群小小的艺术家真专心伫咧画图。南投综合国小甲附近的土地公庙合作，请美术班的学生伫墙围彩绘，替社区的面貌加添特色。借由当地的一些文化跟特色，然后把它融入在这个壁画里面，然后来训练他们调色上面的运用以及空间的布局。空间移到外面来，我觉得有很多个目的啦。第一个就是让社区的民众能够看到综合美术班的教学成效；第二个就是对社区的环境做一个美化、一个带头示范的作用。老师和学生家己调色水，设计多样，加入在地文化特色，发挥创意来增加社区的环境。甲平常时的白纸相比，对学生囡仔来讲，伫墙围画图的感觉是真新奇佮趣味。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画的时候很好玩。刚开始在调颜色的时候，发现根本怎么调都调不出来，后来才发现，只要再加一点点其他颜色就可以调出来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调色，因为之前我都是直接使用单一的颜色，将护栏直接刷好。但是这次要调很多颜色，让我觉得很麻烦。透过无同的创作方式，增加学生画图的技巧，让后者的囡仔体会到生活中的美感，也为美化社区尽一份心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的路谷，真种真侪竹仔，在地人为着要推雪观光，甲便当用火炭烘好烧，佮伫空心的竹仔内面哦，放高粱来发酵接酒，互游客体验以早农民种笋仔时阵的生活。
真的很棒的一个地方，欢迎大家可以来享受这个野外的这个野餐。笋仔是安怎生？生伫倒位？游客斟酌伫电脑内底找找，不时阁停落来听解说。这是南投县鹿谷乡小半天休闲农业区规划的行程，唔但互游客挖近大自然，搁较会当认捌这搭的文化特色。以前不是很清楚竹笋怎么长，现在来到这边以后，了解到竹笋到底是怎么成长，这样真的很棒。疫情了后，全球搁较重视环保加团的旅游，小半天嘛对人的脚步，真骨力推广有在地特色的活动。亲像这届的小旅行，游客不只会当食到德公仔饭，搁有留伫竹仔内底的竹鹿酒。就发想到说，我们早期的农民他的生活其实是最绿色、最符合绿色旅游的。那我们把这个梦中竹林下的野餐把它套入这样子这个活动这样子让游客能够感受到原来生活当中也不用浪费那么多的碳的这个东西，这样子，那让更环保的东西让游客能够直接去享受这样子。高粱酒的品名让我爱不释手，我还要怎么办？小半天园区土地真宽，一年四季拢有无同的体验。春天会当蚵笋仔，热天看火金菇甲天星，秋天欣赏樱花，冬天啉茶。园区内底阁有保育类动物红脚仔，欢迎大家来看卖。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意大利这2冬烤花的问题嘛是真严重。伊早热人拢爱烤高山的雪，氧气来提供用水也毋过今年嫌雪拢减少超过70%。当地研究单位设计一套智慧灌溉系统，伫农作物的顶头放监测器用无人机来进行侦测，佮配合气象预测，所以什么时阵要压水爱压偌济，拢有科学的计算。上济听讲会当省水70%，咱做伙来了解。世界中也无到上热上大的季节，不过意大利上大河流破河，水位已经降到去年热天的上价水位。和烤花更加严重的是，往年热天若欠水，个人靠悬山的积雪，不过这马山顶的雪面积已经减75%。Le piante ormai sono in forte stress già da qualche anno. Ovviamente l'anno passato hanno subito questo mese anomalo, quasi un mese anomalo di 40 gradi。不得里奥的农业研究甲实验中心的工程师，即马操作这台无人机，对天顶侦测农作物叶外的含水量，因若装伫农作物身躯顶的感应器，会当掌握农作物到底对土壤内面吸收偌侪水分，然后透过滴灌系统定时定量精准的供应水分给农作物。Noi con la tecnologia e con l'impianto di irrigazione nuovo di sicuro abbiamo dimezzato il consumo di acqua, passando da 42 mm circa per metro quadro a 21. Questo ha di sicuro dato giovamento alla pianta perché assimila proprio lo stretto necessario e soprattutto non andiamo a disperdere anche l'acqua che con i caldi estivi andrebbe comunque a evaporare, perché con i nostri terreni, essendo argillosi, rimarrebbe in superficie。甲传统无差别的四季盆较上重水的灌溉系统比，这套滴灌系统甲行动应用是将水用滴的滴入去土内面，伫某一种情形下会当省水省到70%。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再来看罗马尼亚最近针对后续旅客推出看喙齿兼观光的行程，机票、饭店佮有治疗，加起来只要新台币1万块左右哦，嘛省来袂少的英国人。充满绿意的山坪、草坡，也有水墙，这是罗马尼亚境内美景。即马当局甲各地气候诊所合作，开创系列的上水气候诊所旅游行程，用完善的气候服务来发展观光。So this joint effort is to attract more tourists, first of all. Then, of course, for the Society of Aesthetic Dentistry is to increase their exposure to potential clients. And of course, this i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us, actually, to showcase Romania's beauty and unique culture. 来回机票4000级的饭店住3晚，甲气候材料费用是280英镑，员工是不到11000新台币。
In Romania, the dental market it's 100% private. Basically, we don't have national insurance. So it's up to each dental office or each dental clinic to be the best in order to attract as many patients as possible. Besides this, also the EU regulation, because Romania is part of EU, it's imposing very, very strict regulations. 进前这种气球观光行程伫英国旅游点引起轰动，展场人员各穿手术衫，邀请参观人坐伫气球影业顶悬挂 VR 目镜，我来欣赏罗马尼亚的美丽风景，我来体验专业的气球服务。公司新闻，陈世东朋友。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7度。华岛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